欢喜，咱会当主持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温哥华的秋天很美，有些行道树黄澄澄的，当阳光洒落下来，金碧辉煌；有些行道树像是枫树之类的，已经渐渐在转红，下面是绿色，中间是黄绿色、橙色，顶端是红色的，色彩丰富缤纷，把我们这个城市装点得非常的美丽动人。田园的草地也经过一番洗礼，现在都活过来了，这些草儿都活过来了，绿油油的，生气盎然，好神奇哦！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我们的心不禁要发出赞叹，发心而上帝。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不可推诿。是的，借着所造之物，我们更明白上帝的伟大。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伊会当当咱的做伴，
伊予咱快乐，伊予咱平安，伊甲咱带路。这个朋友就是谁？就是耶稣。当你愿意拍开你的心门，伊就会当成做你的好朋友，做你一生上好的朋友。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
感恩的心、谦卑的心，静静的思想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爱，也让我们静静的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奇异恩典。靠上帝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是真正重要。上帝是全能的，是至高的。有时咱袂当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安排是上好的。无论咱伫啥物的情况，咱都是爱顺服、感谢、忍耐、听候，相信上帝带领，人生路途哪行哪行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季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美景。感谢上帝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一路陪伴我们同行，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担当我们过犯与忧愁，赐给我们奇异恩典，让我们平安地度过难关。我们越往前行，我们越要感谢赞美主。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继续唱，继
只是请咱大家起来吟圣诗479首，救主耶稣愿你来听。